點解話真正嘅交易成長只可以喺實盤入面獲得？頭部平台持續舉辦比賽嘅底層邏輯又係什麼？今明中國2026第二季實盤爭霸賽圓滿收官，數星期真實行情博弈，比拼從來唔係紙面數字，幾時入場，幾時設置止損，行情偏離預期嘅時候，能否堅守交易紀律？呢啲知識，就算理論背得再滾瓜爛熟，模擬盤賺10倍，都唔會真正感受到。實盤最大嘅意義，就係一面照出自身交易漏洞嘅鏡子。放遠睇成個香港黃金市場，呢場賽事嘅分量更加值得大家深思。7月，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試行運作，全新抄黃金價格代碼正式落地，由交易、清算去到交割嘅全產業鏈基礎設施持續完善。香港連接環球黃金市場嘅樞紐地位不斷強化，市場一路演進。貴金屬交易平台嘅交易環境穩唔穩定，服務能否跟得上需求，能否明白真實交易者嘅需要，成為平台之間真正嘅分水嶺。對於今明中國嚟講，持續舉辦實盤賽絕非一次性活動，而是緊貼市場嘅長期實踐。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，由賽制設計、榜單統計到交易保障、收集用家意見，每一輪賽事都係一次全方位壓力測試。透過真實交易收集市場需求，喺市場波動之中提升自身實力，先可以緊跟香港黃金市場嘅發展步伐。賽事總有完結之日，但市場實踐永無休止，同全球交易者一齊喺實盤之中共同成長，與行業同步向前演進，呢個先係行業領航者應有嘅格局。